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咱台视上新的8点档上市，若是照中文来读，是一个恶念下，意思就是大港厝内人。啊，若是这个厝念，咱台语拢是读白音较济，就是读做年钱卡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钱。子以钱第5条，这个钱的意思就是讲厝顶比壁更加捅出来部分，这个文音就读做念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2个词。头一个读做银钱，代表古早厝银钱卡的银仔，有人讲是银钱卡到涂骹石银这段空间。第2个词就进一步来解释讲，什么是年钱卡，这就是古早厝厝顶2边捅出来小可垂落来部分。古早有人讲是担，连年钱卡的口啊，有人直接讲是年钱口。另外，古早拜年钱卡的神明叫做钱口夫人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2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强强坐落大雨，伊脚步先停落来，徛伫咧年钱卡避雨，看年钱水为厝遐流落来到银钱卡，嘛是一款的美景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钱，这是白音，另外文音读做念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